大的，还有台北、花莲的各位浅显，大家晚上好。台师晚上好。或许有这个机会感觉到非常的荣啊。讲台语。好啦，讲闽南语啦如果讲要较袂练顿请各位前人多多给咱包涵记得以后的这个记忆内底今仔日来到这徛伫这个所在，有这个机会来见到各位前人结安尼一个念转过，今年第8天，因为由去中国大陆去7天，即届因为转来台湾疫情袂当转去，所以伫台湾要住7天，所以7天加1天拄好8天。但是这个8天的时间哪是真长可是咱感觉讲哪像昨日来代志。所以人生是来讲人生的这个细嘅时间，讲起来有的人是感觉讲足长，但是有的人感觉讲人生这个时间非常的短暂，对不对？那么后有记忆印象中就是咱建安负责人，那么来咱核心单位来开启着做大间这部景观。那么就安尼呢，就伫咱核心单位呢奠定了咱会当有这个机会来共参研究。所以咱会当来听闻景观。那么这拢是有真大的这个因缘，咱嘛是有真大的这个福报。若无这个福报，无这个好的因缘，咱要行入道场来听经闻法，这个机会呢，会使讲非常少。尤其即摆咱来看咱这个生活大环境介多元多元的社会，多元的生活，那每一个人拢过了足无闲。那么各位唔知有去想到，今仔日下午是咱2020年的最后一个晚上，不是最后一天，最后一个晚上所以呢，最后的一项，当然跨年过去就是2021年已经是咱2020年的最后几个小时，几点钟那么从这个观点咱看到，回想讲2020年今年的变化，各位有感觉讲非常的，互咱安怎想也想袂到，互咱感觉讲今年的这个变化，会使讲是转折，不再转折。尤其咱共同拄着一个上大的问题，就是即摆的这个疫情 ，COVID-19， 这个疫情呢，一发生了后，形成即摆全世界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所在，拢因为这个疫情造成了足大的伤害。咱讲，咱今仔日住伫台湾，顶礼拜伫桃园期待16000几人去参加一个著名盛大的这个会，这个会叫做师尊师母东岭天命90周年。那么伫体育馆内底坐满了16000几人。
那么这是泡泡咱台湾应该是2020年的这个记录。将来还佫毋捌讲有遐济人共集运动，但是真侪人进前就讲，哎呀，安尼人啊济的时阵像咱即摆是拢戴口罩，对不对？人济惊去传染着咱即个流行病嘛。尤其有超过几个人、30个人，都爱按报备，爱有一个足安全的措施。但是16000几人同时集在一个体育馆内底，那么经过迄天整个的表演甲结束，到即马为止已经过几两天啊拢无听讲有发生啥物意外之外好这个代志。有当时咱是讲咱人其实人讲人咧笑，人咧做，天咧安怎？天咧笑。妙事在人，成事在天，对不对？咱相信无？相信。人较厚嘛，但咧天安怎？一位人有冲天之志，无不能自封嘛；马有千里之言，无人不能自用自傲嘛。夜间百尺行，不如蛇；炎帝失大非不如鸟。时啊，命也，运也，非我之所不能。所以，咱一个修行人，徛在即马即个世界即个大舞台当中，咱每一个人呢，拢扮演咱每一个最重要的角色。所以呢，咱对经典的研究，那么探讨心法，其实咱是主要目的，就是要互咱真正会当来明心、明心。明白咱迄粒心，咱的心咧，家己有当时拢袂明净。红某做不60担，比阮困不了3只手，掠阮的心佫掠袂着，有安尼无？家在是讲都有行入修定一条路无晓甲太太阮已经若要讲起来可能3只手有啦困无3只手有40几年。若无透过着修道，形成了大家共识，有同感，有同行，到最后来同心者。讲实在，人要了解一个人足困难。为什么咱要了解一个人足困难？因为伊是讲起来，咱要了解别人，迄是无可能。不甲咱讲要了解啥，了解咱。了解咱家己的心，分向性中作，无向心外求。分你倒经典讲不在灵山无恩惠嘛，灵山只在逆心头，逆就是讲你我的家己的心，咱心上拢有一个分，有一个清净灵明的自性，对不对？各位听明无？譬如讲。你即马坐伫遮，喙带即个喙暗，坐伫遐顶，耳孔去听，目睭去看，这个你想对不对？但是咱的视听联动，咱的目睭、耳孔、喙，甲咱想的会有这个作用，请问到底是啥物款的作用？互伊会当目睭看？耳孔听，喙会当讲，头壳会当想，也就是甲咱讲，咱在座不管是年纪济还是少，不管是阮为华人来嘛，虽然遐哩为台湾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么大家同处一同，同处听法，同处领受，同处领悟。若无咱本身有迄个真心的成分的，咱一切拢总是怎样？通通是归零，免谈。迄个就是咱定来去探讨，你经典一直在探讨、去研究、去追溯的迄个本源。以咱定来听到，咱每一个人拢本自具足，那么具足啥物？具足甲诸佛菩萨在成不净、在凡不减的迄个佛性，对不对？众生该具如来必有吉祥，
大家拢总有富有甲佛菩萨同样的这个自性，咱有听见无？咱即摆你看你听是咱迄个自性的作用哦。如果迄个自性离开咱身躯，好好些的自性即摆若离开，徛你遮就倒落去吼，恁大家可能就走啊困去。为啥物？这个自性无伫你吼，迄是最恐怖的代志咧。哦，咱人介奇怪，其实咱人啊真正无迄个自性离开时阵上安怎？是咱迄个心甲迄个自性加做一伙，搁咧做人的时阵呢，咱的思维当中有错综复杂的这个思想，就错综复杂的行为。哦，在这个过程会造成了足侪的烦恼甲问题。所以呢，一切经典伊的指标同样拢只在一处，就是要叫咱会当达到真正明白咱这个心，叫做明心。明白我们这一颗心，咱的心咱若搞明白了，讲实在吼，你有我感觉，咱的烦恼会较少，相信，我们就比较能够，看海开啊，看得开放的相。哦，如果咱这个心咱若无甲搞明白，咱有当时看不开，放不下，会安尼咧。所以咱人啊，一个念啊起了一个无明的心的时阵，毋是明心的心啊，无明的心。有当时本来这个人就修养足好诶，忽然间会讲咩，甚至会动手，爱做一寡违反着平常的迄种的规矩的代志。迄就是因为咱的心无法度真正去了解，所以因为一切经典拢指向讲。众生该富有如来智慧德相，一定爱为心入，为这个心入明心了后呢，咱才会当第二个阶段叫做啥？变成心甲性同一体，一切万法拢无离开自性。那么一切经书是该有咱有迄个心才有的，自性本就清净，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伊无假无少，无大无小，无来无去，无头无尾。但是咱来到这个世间，咱有这个信念，所以呢，咱的信念甲咱的自性其实是一体。所以咱会讲，性就是咱的体，心就是咱性的作用。一个体，一个用，咱起一个念，迄个信念，伫决定咱未来，咱人的这个言谈，甲伊的行为，甲未来伊的因缘方向、去向甲妙。所以咱有一句话讲，态度决定高度，心态决定状态，状态决定成败。一个人的心态。那准到伊会当去明白，伊就会当有一种的功夫叫做反观自照，反观自照。但是如果咱若对咱这个心无真正去了解清楚，咱拢往往咧，甲问题拢塞伫互对面，塞伫互别人，对不是咱家己。咱定来讲，咱讲你毋对，但是你毋对，其实咱毋对可能较济。一支针头指别人，三支针头指家己，但是指别人咱看无，指家己咱看无。为虾米？因为咱迄个心无清楚，所以咱的性就叫蒙蔽。所以咱透过着不管任何的经论去探讨，就是要先了解这个若当解决，这个心自然就自在，这个身躯就自然自在。因为咱人的一切的行为，拢是透过着咱的这个思维当中所显露出来的种种的表达，对不对？你啥物款的思想，你身躯这个肢体啊，就是朝向你迄个思想、迄个趋向去做。安尼各位这个，咱有理解无？
所以再甲咱讲，修道毋是迷信，修道叫做正信。正信的功夫就是要叫咱会当真正透过着明着咱迄粒心了，反观自正，君子反归自己。咱甲一个问题所看的状态，咱第一个就是爱先去思考这个问题的这个发端，咱爱先思考咱家己本身。所以呢，经典就是要互咱会当真正的明心。第二，再当看到咱本来的迄个真面目，叫做见性。那后壁面就是明心见性，见性最后就怎么样？我从来不成佛，安尼尔，足简单的吼。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佛是啥物？佛就是一般人讲吼，佛就是一个觉者。佛毋是咱人唯恐惧了的生活，佛是在咱即阵有思想、有感情、有情绪，有生活、有家庭、有工作，在咱即世人目睭还未启去进前成的，安尼够有道理无？释迦牟尼佛夜睹明心，开悟了。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但因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伊去发现到宇宙人生的真相。几岁？几岁？31了。世尊开悟迄阵几岁？35岁。30几岁拢比咱较少年啊。各位真的，伊阵就是一个觉者，他的思维逻辑已经达到清净无染的状态，已经是所有想的、该看、该讲、该做的，拢符合天地之间的道理。所以佛所讲的话叫做经，对不对？叫做佛经。那佛是一个真义者、实义者、无义者、不异义者、不妄义者。佛所说的一切法叫做真实不虚，一个开悟者所讲的话绝对是一律用。所以人讲本无虚的，真正讲话大家有真正这种的意见的人，伊无凊彩讲，不是三姑六婆、东家长西家短，讲了一大堆实惠，迄拢做考验。所以这样咱道场中。咱的前面、咱的副前面、咱的点文书，伊敢有清清彩彩有讲的，有无？无。或许以早未求道嘛，拢清清彩彩讲话，嘛清清彩彩做代志，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求道了，慢慢明理，哇，明白讲，这话袂使后面讲呢，饭会当加食一碗也是讲譬如讲食较饱就要紧的，但是你话讲出来，迄做考验。所以咱听经文咯，重点就是要互咱真正能够明心见性生活。所以这篇有做慧能大师《法华经》伊的辩解经，他们讲或许才疏学浅，真的是才疏学浅。咱负责人该注意咱伫第二中大家不是用第二，用迄个赖。讲你今仔日来高雄遐学习，讲六祖坛经。那讲六祖坛经，我甲本文咱讲就为即摆这篇开始讲，不必出国安尼开始讲。后来你想讲咱前也无准备，后无后备向来就讲，暗时要安怎讲，歹讲，对不对？但是所以呢。这个经典的单篇过去，伊咱学校有伫 Facebook 是伊这个咱的赖拢看到咱蔡经理徛伫这个所在，然后录影起来了后，放出来大家听了，好像感觉讲哇，真正是令人非常的钦佩，
咱头别讲，咱蔡经理吼，伊收视好唔好？哦，我无问你，你免伫我进来。啊，伊不但收视好，伊是真收的，真的讲不了。那么，伊虽然平常，甲下人甲人讲话，甚至呢，袂甲人安尼讲吼。你兄我弟安尼，大家侃侃甜甜吼，像迄个韩志平安侃耍，袂。但是伊就是足清净的，足清净的。拄啊，甲伊接触，你可能无法觉到即个人存在。但是久了后，发觉哦，哇，咱的蔡经理啊，一路行过来，互咱愈对伊愈非常的即个钦佩甲敬佩。尤其伊即世人将心抱道而修，虽然讲伊无结婚啦吼，但是我相信伊的即个伊的后代吼，伊的后代所传的即个修的后代，会比伊结婚生的囡仔。即摆囡仔大家拢生，有人生一个尔，无就生两个，有外生。哦，你既然安尼结婚要创啥？对不对？不好有三无留为代嘛。但咱蔡经理伊家己的道念，透过着伊在一生的行义的实现出来，做互咱看。咱大家讲，咱蔡经理是毋是足无简单？来，伊死鬼就讲好，爱着三下，爱着三下就是手拍三个，然后比一个两只大拇指比给我们蔡经理说你好棒，这样先做一项动作或是先画口令，这大家爱动作一定我若讲，或是若讲双手借给我你大家拢爱讲借给你，然后手边伸出来，安尼样袂？若讲爱着三下的，1、2、3的话，莫拍死的3下，然后看见蔡经理说你好棒。咱无法度用啥物款的方法去感恩伊去肯定伊。咱会用即个我较安尼的含义大家送一些温暖给我们蔡经理，好不好？好，双手借给我，谢谢你，爱的3下。蔡经理，你好棒！因为不瞒各位，有那做这个活动讲起来比蔡经理较专业。就是咱去中国大陆去带七安规80几岁阿婆甲迄个会员囡仔看到破鞋都是无缝接轨。我们没有无距离啦。譬如讲咱看到咱的老菩萨，哇，这是咱的宗教，咱爱对恭敬敬，对不对？对咱爱非常的谨慎礼貌，安尼才袂共失礼，对不对？但是你若去传道去中国大陆，要去推广这个国法，你若安尼拄无人要甲你行。为什么安尼讲？因为虽然是外貌，有80岁、有70岁、有60岁，有40岁、50岁、30岁、20岁、10岁、2岁、1岁，有安尼年龄的参差不同，但是咱若想得倒转来，今仔咱修道了，才发觉讲，原来自性平等，自性平等。在心不坚，在还不掉，在信念无法济，在烦恼无法少。那么，迄个自性就是咱每一个人的自卑心，就是咱的爱心。所以，大家拢总有爱心，对不对？阿公疼孙嘛是爱心老爸老母疼囝嘛是爱心囝对许大人有嘛爱心孙仔对阿公婆婆妈妈嘛是爱心这个爱心呢，放诸四海皆准，大家拢有。既然大家拢有。迄就毋免透过讲，我就爱去讲英语、讲法语、讲西班牙语，才表现出来。你真心甲表露，敢是对。所以蔡经理去山东去带几天，好像好几次。你敢知？你拢无法度，你拢无去放假讲蔡经理，他很不容易的。真正的，我去青岛遐因为要去。教遐学生囡仔去讲课我拢爱有啥？爱有表演，表演爱唱歌，爱手语，搁爱背唐诗，搁爱肢体动作。哎呀，我想袂到讲，迄个蔡经理看起来安尼，
非常的保守吼，但是一旦互伊真正跨入到那个领域时吼，你叫伊唱歌就唱歌，叫伊表演就表演，吼，去教读经时吼，上舞台该表演伊嘛要去的，陈太太吼就讲哇，迄阵拢讲宝美，即马袂使叫宝美吼，即马是咱的敬爱蔡经，哇，宝美看起来啊。人真的是不可貌相。为什么有法度甲伊的这个内在坚定，在适时的时阵来锻炼出来？因为自性体育，对不对？咱的自性体育啊，就紧切着紧。那么在一切经验的典型当中，咱为了要传导时的改变，你就无所不用其极，然后呢，会当互对方去了解你要传达的信息。安尼个想得倒转。过去所有的诸菩萨，伊是毋是拢安尼？所以佛说一切法是为度一切心吗？若无一切心，何说一切法？佛说的一切法是因为众生属。今天你食火锅食啊做伤饱因为需要尤其个寒天吼，迄穿甲迄头壳乌，围巾也乌，结果咧火锅食拢生去。因为咱人需要就是爱有这方面的这个，咱咧讲这个能量，道场嘛是爱有这个能量。不管是咱的前辈年纪大的前辈者，还是年轻的这个少年，还是中间干部，其实呢，咱大家拢总是以报之主，然后呢，以书之道。安尼各位有同意无？所以年龄不是问题，身高不是距离，只要你有心就可以。所以六祖坛经，它最重要、一上重要的一个重义，就是你互咱真正透过来明心见性。那么佛说一切法，伊目的嘛是同款，嘛是要互众生闻经悟道。那么，明心开悟见性，最后成为一个真正甲好共款，知影宇宙人生种种因缘变化状态。所以在这个语言品这段当中，或许大家有了解就是，智道就是修行出家教。伊去甲咱玉祖圆大师呢，去甲清洗了凡经的经义。那么伊讲出着伊的看法了，玉祖听伊讲，真自然伊就了解这个智道伊内心内底的问题啦。那么咱玉祖非常的注意啊，拢因人而来施不同的这个教法。那因为这个智道呢，伊所问的重要问题落伫倒啊，包括咱这修行在座，你甲我拢会发现这个问题，落在啥？落在一个叫做名，一个叫做相，落在影相。所以咱若想讲当时。玉祖甲印宗法师会面的时阵，印宗法师问了玉祖讲：啊，你为五祖所定的法是啥物？问这个。那咱玉祖呢，更简单个回答：四字啊。归论见性，后壁面就是不论上天解脱，有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为什么？为什么？咱有解释问题啊！甲咱非得清晰，甲咱讲出清晰。我问这个问题，你甲我讲为什么会发生安尼的状态出来？那么有时候就讲，唯是自法，佛法是叫做什么法？不体之法。
讲：柳媚人空心静坐，别无所思，有称为大。此一辈人不可理喻，为什么？为什么？为写会道。哦，所以伊讲唯论见性，不论什么上定解脱。禅定解脱，这个定义，尤其咱去中国大陆有看介绍的迄个宗文哦，尤其大陆迄边有很多佛教哦，去修持，应该注重一项就是节相，哦，诸佛猫有节相，用尽一切办法节相，去山里的节相，去庙里的节相。因捌甲好势讲吼，陈老师，较奇怪，平常时吼。安尼你生活，安尼你受，无啥物感觉吼？为虾米？嘛问为虾米啦？我坐入去了吼，哇！我心内底吼七上八下啦，胡思乱想一大堆。各位真诶，咱毋知道即种诶体会无？当咱即马伫做生活当中，伫在日常当中即个过程咧，咱诶心会去学习心，会去学习心。但是，如果若讲叫你坐伫遐，莫讲坐啥，坐伫遐，甲你一个人独处的时阵，请问你阵个心去创啥？让你想正面，让你想好面，想天想地，想足数的对不对？所以咱人伫动态时阵，咱的心是静的，但迄个静毋是叫做真正的静，是因为你在动态当中，你的专注力去互这个动态。即个所有的境界，你安怎接受去？所以你的心迄阵的妄心无起，但是妄心无起，无代表你无妄心。但是咱一个人，如果若即个动态停止，变心静的时阵，咱的心就倒变。咱的心啊，拄啊倒变。所以人进迄个心理学家讲吼，其实咱人的头壳即个思维，日时来思维，甲暗时睡就无共款。啊！伊讲暗时啊困嘅思维吼，好，迄思维比日时啊思维搁较济，搁较乱。日有所思啊，夜有咧所梦。好梦境，咱就是感觉讲，好，迄个物件有够真，有够真，对不对？啊，其实醒来时拢怎啦？哎呀，原来是一场梦。那咱人生何尝不是安尼吗？咱逐工拢伫眠梦。我们每天都在做梦，每一个人的梦拢无共款。阿嬷的梦，阿公的梦，爸爸的梦，妈妈的梦，少年的梦，囡仔的梦。那每一个人在静态时，为什么会安尼？因为咱无法度去接受咱的内心。咱的录音，甲你比较心里看到录音，色声方面出发，紧张相应时，咱就动，就动啊！我讲一个笑话讲吼，有两个朋友吼，一工见面时，伊讲啊，你是安怎？我有够歹命，好，迄风有够大，风袂煞走你目睭内底吼，演一个其他眼角无花的，去看医生，眼科吼，甲药啊高高，用眼罩啊戴。伊讲吼，开偌济，讲200箍，讲小竹。伊讲你敢毋知？我迄工船太太经过百货公司的橱窗时，看到迄领衫，转来无买，足艰苦的，几若工困袂去，规工耳仔边敢若像放安尼，甲我分耳孔，分到尾也挡袂牢。我开200箍呢。你是目睭去研究开200箍，阮太太目睭去迄领衫刷着安尼尔，哇！我开20000箍咧，送开较济。其实拢白济啦，迄拢是咱的信用，迄拢咱的信用。所以咱人的心，若无法度去设图分析、计图分析，真正讲，咱活即个世间，无管你修偌久，都不得解脱。所以呢，知道它是着重在名相。虽然经典内底写讲真正达到清净无余涅槃，达到真乐，但是伊甲这个涅槃真乐用文字甲经典家己意思的理会去
去甲伊解释。啥物叫做涅槃？捏者不生，盘者不灭。人来到世间叫做生，对不对？无管你世间偌几岁，山中会见千年寿，世上难见得水平。总有一天，咱拢爱安怎？结束咱人生这段旅程。当时要落车唔知，因为咱就是因为有生，所以有生一定爱接受一个事实叫做死。那伊佛甲咱讲叫做有生有灭，世间一切拢是成住坏空，有生就有死，有来就有去，有生就有灭，有好就有歹，有大就有小。这就是世间一切的众生相。但是咱要如何，咱的六根体看到六根产生相应的时阵，咱要安怎去识真啊？去识透啊？这是咱今仔日修的学道真正爱落实用功的所在。所以我是感想讲，道心介绍去修。那么为道心的事啊，是讲，点样书安怎我再来修？讲书我为着伊我再来修，或者是讲我为某真年好，伊对我有够好，我无去歹势来修，有安尼无？有啦人感情嘛，人甲人当中即个感情会互相去影响甲吸引嘛，这难免的。但是咱只有停留在这个人情，在修道，这种的道修起来无稳。亲像这个厝起起来迄基础做无知，地当一来就倒去。考验一来时阵我无爱修啦，我是爱甲你修。你著逐摆拢甲我讲好，一句讲歹，我即马无爱甲你修啦。我就跟你撒由那啦，无要来啦，有安尼无？介济啦，人来人往，如过江之鲫。你看咱道场修的频道的偌济，咱强修的偌济，经过10年、20年、30年，咱讲看这个道场，奇怪，甲咱人嘛从倒遐个，那是淘汰。所以咱今仔日各位亲人，咱真正会当坐伫遮。好势是袂晓讲道理，但是恁敢若会当坐伫遮，好势感觉讲，恁是来足有简单的，足有简单的。我相信，或者相信附近的电下捌引述金刚经去查，讲咱今仔日会当同修同行，来遮会当来听讲佛法。这在金刚经内底，佛甲咱印证讲。乃是在过去安那，一分二分三寸五分以前善因，无以不用千万分，所见诸善因。本是将有乃至念生正是者，咱今仔日听的信，是毋是即摆你听信的因缘咯？拢有你过去种的这个善必性的因缘。一分二分三寸五分，毋知偌济唔知。因印度人的逻辑思想就是讲，真短时间叫做刹那。真长的时间，叫做一日减两个减，到底偌济减唔知，刹那到底偌短唔知，所以讲咱是在过去都有种这个因缘，乃至于无量千万，我绝对是。所以输出绝对有因，绝对有因，今仔日大家当伫遮共注意到，嘛绝对有个正因，只是这个正因，咱真还未真正达到。真正了解，但是人不能甲咱讲这清楚。三界诸佛彼是介意发这波罗蜜多故，得有了多罗三藐三菩提。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成就无上正等正大佛，现在修道要成就的佛菩萨，甲未来未来到这三国世界要成就的一切诸菩萨，拢是依着无上的正等正大之成就了。清净涅槃解脱生死，所以修道是自己对自己负责。坦白讲，烟灰锅安怎食个人食就个人饱。我若食饱我都好势边仔坐咱秘书长，我一定去互食好伊安尼头仔食是足着嘛，感觉讲感恩了。加热几届
无共阮安尼啦，感觉讲好，无可能来啦。但是伊虽然无讲哦，但是咱心里面感应，啊是讲，咱就大家食啊差不多5、6分饱时吼，就咱毋通共野菜随缘。因为个人的度量无共款啦，食量无共款，所以个人要食偌济，迄阵就安那随缘自在，大家拢皆大欢喜。修道嘛是安尼，师父引进门，后面呢？修行在个人啊，都在师团修在己啊，都是师团无对啊，师教传道是个改变，但是修不修不是师的问题啊，不是咱蔡经理的问题啊。上个问题，我们每个人个人的问题，因为个人的生死不是跟蔡经理有一点关系都，连一点关系都没有，伊是给咱引导，营造这个环境，互咱真正会当来学习，到最后会当启发，互咱家己的自性慢慢会当来清净明净安尼尔。你若清净明净，你是一个明净的人，你是一个觉者的人，你去到对你就是觉者。所以有时候我讲，有别人空心静坐，别无所思，自性为大。处一着人，不可以为下个果。这团经内底有讲，咱这种讲因素含义内底的一段一段的经义，就是讲，伊讲有一种的人修到尾啊，变成做迷人啦。迷啊，迷就是咱的自性是迷，只要酒色暂时，迷掉在人生当中拍拼就，叫到尾就是拢。你赚进了全世界，有一天你失去了生命，又有什么意义？互你趁尽全世界所有的财富，你厝拢你的，当然囝仔钱嘛拢你的，但是你生命无伫你的，还是贵，对无？所以呢，咱明白了讲，修行学道，咱去贯导的力量，就是要叫咱达到真正到见性，性主本心，见主本性。我所讲讲，乃当性主本心，见主本性，即为天人殊分。天人殊分就是安尼，性主本心，见主本性。咱都会当看清楚家己的心啦吼，佫会当了解外在一切因缘变化，安尼咱才会当提高着咱人生的高度。咱爬愈悬是是看愈远。唐诗有一首诗，你讲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对不对？所以在想法界内底，你看嘛，想法界内底，为佛菩萨因格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五鬼道、畜生道，这个10个法界内底有够多，在3界当中拢甲包含。但是呢，伊讲全乎伫中迄个什么？全乎中迄个心安尼。所以咱心若修好势，想法界即个心内底，十法界这就是咱讲人看的观度，迄维度无共款。所以呢，因为知道伊落在即个名相甲比较有别，所以呢，虽然伊学了足济，那论口才，讲到无我玩的磁场足够，耗电量很强。这个产品无啥迄个问题。这耗电量上紧无省电的袂使节能减碳环保，吃素救地球，还行这个我们都说。所以讲伊就是在这个有经的经验，学了足侪，但是呢，伊本身的体悟，产生了发展。真正呢，咱毋通是修人，都毋捌的时阵，咱拢学前几只清洗啊，这个清洗，迄个清洗到落尾，我知影时阵，有当时看到一个就讲，伊甲咱过去，但我毋捌的时阵咱就共轻视的。讲你这样捌，这较简单样捌，你较早你嘛甲伊共款，但是人讲可能轻视无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依照学做伊这个水平就是伊即马所修炼体悟迄种境界，进门槛。咱这个门槛毋是老海门槛，已经有爬起楼顶。
到门口呢，但是门口嘛算外口，对无？嘛搁伫外咧。只要是即个门入门，咱才通坐伫遮来互相研究，对毋对？但是你门拢关起来，人伫外口，你听袂到内底声。所以只在门外，不在门内，就是差一步之遥，一步尔。啊，迄个一步就是一个念，所以一念会当做天道，一念也会当做地狱。所以因为伊执着这一切法呢，那么在座的经典的当中，把佛的佛义该断章取义，去误解佛的意思，安尼尔。啊，所以六祖伊是希望讲，透过着伊即种宽法甲方便法门，点切着伊迄个内心所执着的迄个无明，无明就是暗嘛，看袂到。那么你会甲讲的转去，迄个无明暗会走去边？咱免叫伊走，自然就无明。你心地若光明，像即马有点一公斤，咱色来看清清楚楚。如果这个灯若关起来时阵吼，咱内底看甲拢足袂清楚，对毋对？行路就爱该注意啦。那咱这个心内底即拍火啊，如果若是去互化去，安尼麻烦，真正麻烦。人生的无明，做无，一直点点滴滴会上。所以咱的心的这个灯啊，点起来，自然而然，咱就咱照遍3000大千世界。好，所以千年游动，一点点下，万象改变。无管你偌久，几万年不应几百万世的无明，一世求着到了，你真正真修实咧。底心下去，认真修行，开悟的时阵，迄个火心顶一点倒去，你过去所有的业识，通通在迄个当中归于无形。所以咱迄个念头啊，各位看下，迄个念啊，念其实就是讲，顶关是今仔日，一开始的心，那今仔日的心就是当下。当下，你我即马，你的想法、你的思想、你的看法，甲你即马你所想的起心动念的一切念头，那这个念头到底是啥物？有真的人吼，对这个问题有足大的这个理解。那么或许呢，有找到一个小小的答案，来甲各位简单来分享。因为时间无介济啦，但是呢，咱用上简单的粗短来甲各位来做这个分享，就是有一届佛陀释迦牟尼，伊去问咱的弥勒菩萨这个问题。佛陀问弥勒菩萨，各位注意听哦，伊讲吼，我们人的。我甲写来哈。伊讲咱人啊，心有所念，心有所念。第一个吼，四字吼，心有所念，有依道念。心有所念，有依道念，这是佛请示我们的弥勒菩萨，伊的这个部分。那如果拿一个小学，咱问，咱是对这来讲，也是学生去问老师的问题，师生之间、真人小学之间，咱老师甲真人是爱对学生来解答，对不对？所以呢，佛问弥勒菩萨说：我们人的心有所念，咱的心拢有念，这是天然嘛。多就是讲心无念，是正念、邪念，还是啥物念，对不对？还有邪念，
是咱就讲出来，迄就无骗啦吼。就咱念头内底吼，有千变万化的念，有来念甲咱拢毋知，有啥毋知？等一下你就会看到答案。伊讲心有所念，有机道念。那各位姐妹，咱心所念到底有偌济念？有人讲，一个弹指70个刹那，每个刹那70个生命。哦，这想起来就不可思议啊！一个念头生出来70个刹那，每一个刹那佫产生70个生命。啊，这个念就使讲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发展。那么呢，这个时阵呢，弥勒菩萨就回答这个佛陀，伊甲讲吼，一盘子不是1秒钟哦，各位要把它记起来哈。32亿百千面，一坛子啊！所以这个或许看这看了吼，则忽然间惊起来，讲哇！那你小人讲我惊死啦！哎哟，这恐怖！无想讲咱一个人的心念，敢若一个念，迄个念生出来还袂去做作哦。弥勒菩萨就讲，一担一坛子担，一担迄坛子在几个担？伊讲一个坛子有32亿百千面。32亿百千面到底有多少面？前兄你敢算得出来？好，就是，但是吼，科学家来算，为什么？咱佫修道会当超生了死，会当去天堂，会当去电线，看到阮科学无要甲你相信，科学是爱讲究啥？正，对不对？所以科技愈发展，到即阵21世纪才发觉讲，原来所有科技的发展，竟然拢咧讲啥？讲道内底的问题，拢咧讲这个。到最后呢，殊途同归，同一个本源，只是伊是为官而入，咱修道是为内而入，安尼。其实呢，伊的交叉点拢是伫原点，所以讲。一坛子有32亿百千面，那么科学家就把它算出来哦。这个科学家算出来就是讲，用32亿乘以100乘以1000，哇，这就爱电子计算机啦吼。但是大人家拢做啦吼，就是讲，咱每一个人的念头念出来有320条兆哈。个念，320兆个念哦，320兆个念，根本有人是咱的念一念，有人念到咱家己唔知咱咧念啥，对不对？妈妈有报告出来，念到尾啊吼，囡仔讲妈妈叫你讲啥，我袂记啊，安尼就拢会去袂记啊。但是弥勒菩萨讲，咱一个人，每一个人的念头。一念出来有320条的这个念头，320条哦，一条就歹算啊，320条。但是呢，科学来印证。那么这个科学印证出来，就是甲你讲吼，咱的这个，咱即摆看这个叫做太阳系，太阳系比银河系内底。就是这个银河系当中的太阳系只不过是安尼尔，安尼各位知影？这一点就是咱包括地球、太阳、月亮、火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咱讲就开始星，佮包括旁边所有星球，拢伫这个点内底，拢伫这个点内底。啊，这个银河系有无量无边的太阳系。那这个银河系伫宇宙当中有无量无边的银河系，安尼到底宇宙偌大？所以即卖科技
伊印证出来，第一个我们考虑到速度，目前会当去甲伊计算出来速度是啥物上紧？心念念光速对无？光速，光速到底偌紧？光速是算秒，1秒钟，1秒钟滴答安尼尔吼，伊会当射咱地球射7.5圈，7米半。那咱地球圆周一年4万公里，7.5乘以4多少？30万公里。科学即摆已经算啦，用时间去计算距离啊。啊，无你比如讲，咱的地球甲月亮遐尔远，你变啊摕超引流，所以用光波，用光咱看会到嘛，就是讲，即个太阳的光开始射出来到地球的时间，偌长的时间，咱即摆嘛算出来。由于日头射到咱地球的即个时间偌久，你敢知？8分钟20秒。你们可以去查资料。8分20秒，安尼就有一个数字啊。比如讲1分钟几秒？你哪会知？这数学拢袂歹。1分钟60秒，8分钟480秒，对不对？480秒，讲伊是8分20秒，480秒加20秒几秒？拄啊500秒。就是讲日头的光第一点射出来，到地球，遮拄啊时间爱耗费500秒。那拄则讲伊的单位公式就是讲，光的1秒钟的速度几公里？我要抽查。公里。哦，一半。来，双手借给我。对3下。你好棒！所以我就注意听。1秒钟30万公里，光的速度先于500秒。啊，你就咱算出咱的地球甲太阳的距离，拢会安尼算。所以星球甲星球距离，毋是用公里算，毋是用时速算，拢走袂到。你用光上紧的速度去走。所以咱的这个星球甲星球。你跨越这个空间到迄个所在，用光去计算，有的是爱啥10光年，有的爱50光年，有的爱100光年，有的爱1000光年，有的爱5000光年，有的爱1万光年。哦，你若安尼甲算起来吼，这个宇宙真的是浩瀚无量无边。啊，这是即卖咱的科学家伊甲咱算出来数字哦，袂讲咱修行人拢讲迄个无的物件。拢讲空的物件，本来就是讲空，对无？宇宙本来的一切物质拢讲空的，真正拢空的。啊，所以因此呢，320兆个念头内底呢，伊免用1秒钟，会当达到250公里，250光年，走250公里以外世界。那么咱这个银河系的直径偌济？8万公里，银河系8万公里，所以伊会当同时穿过30个银河系。所以各位听咧，你即摆念头一叮当，念一下一叮当，你会当穿越30个银河系，你知走到倒位？啊，走到3到3之外，天外天，啊，天外就有神仙了。啊，但是神仙本是凡人做。只怕旁人心不坚，安尼尔。所以咱人个念头重要无？太重要。英国的一个物理学家霍金，认识吗？认识的知道。听过了。霍金是21世纪来发现到咱这个。整个宇宙虚空的能量。那么你100年前的迄个叫做爱因斯坦，伊发明了相对论。伊讲这个世界呢，其实哦，拢总是由原子所组成。原子啊，原子。咱人这个身躯看是这个形，其实每一个物件拢有细胞。
这个细胞是你甲放到上细甲看吼，伊当像一个咱一个影像安尼。所以每一个人拢有几若千个细胞组成了，形成咱这个身体。然后这个细胞在这个细胞当中，伊是产生一种叫做共振。所以共振科学家甲你印证讲，每一个人的信念会去影响到伊的细胞。简单讲是讲，我的情绪好甲歹，会影响到咱人的身躯健康啊，袂健康安尼啦。所以若一个人时常起无明，发脾气，啊就了讲话就大细声，迄面拢红红着哦，迄赶紧脑出来。好，我或者是譬如安尼讲，按照医学上来讲，你自己憋得很紧啊，爱别放松啊，你造成你的心跳负荷、心脏负荷不了，你的那个血管整个扩张啊，所以人人啊，起来有啥紧啊，血拢冲永远，冲永远去，有当时若袂拄好变妖精就是中安尼尔，所以你若会当透过这种的关照了后，知影讲咱现在受到真正符合科技现代的这种受到，咱应该为咱的命去调节，调咱的心。所以呢，伊讲会当走过差不多会当走过30个银河系，那么呢，一个大千世界呢，有10几个银河系，有10几亿个银河系。如果你来用光的速度啦，安尼甲铺陈、甲地图算起来，无够，绝对无够，走袂到。用光的速度安怎走袂到？但是呢，科学家伊安尼讲哇，伊即摆拢发明出一个讲，希望透过4维空间，然后形成虫洞去跨越时空，有无？即摆科技一直发展，其实呢，科技拢是咱人的心意识所发展出来的。科技无管伊愈高明，伊发展愈多元化，伊永远拢无法度去发展一个人的心。咱俗语定伊讲，会生你囝心，袂生你囝的心。心是爸母生互咱的，但是